拄我开始讲实在要叫人运动，伊敢讲我那着，我拄爱厝的共款有咧动。讲实在，你行路毋是算运动，有通啊，咱爱接受到一寡重量训练，应该是讲，今若跋倒，你爱有在条你家己的会当对，会当徛起来。你两三四五六七八项呢？对，八项。这就是我互因的课表。哦，基本上希望是逐工拢爱做。一天内底是多一个时间来做这八项啊？无八项拢做啦，其中一项。不是，因为照我的观念，我是分段，互因早起时啊，差不多10点外做一两三项。对啦。啊，下晡困到了后，搁做两三项。莫讲全一个时间拢做这8项，迄是无可能。对，然后再一个，下面的时候这个天可以再抬起一下，然后吸，对 ，OK， 然后休息一下。给你抓看看。你先教练伊在活动这样是30公斤。 30公斤，我敢有法度。